这个不善解，无善解，因为你惊了解，了解无路用。你有当善解这个人，善解人意嘛，善解人意嘛，这人好到底。你甲了解，你甲记住，你无甲善解，变成你无改变。要道歉，要道歉。唔对，我甲你抱歉，抱歉了，你抱歉是一个，我这句话讲唔对，我这句我嚟表现对你抱歉，但是我内心世界无迄个道歉，我无真正要甲道歉。迄个抱歉是针对迄句唔对，甲你抱歉，敢是？但是你无真正道谢，无真正作实，我这句道谢是用真心的来道谢，唔是安尼。第三句话，认错会啊，改错。我唔对，我认错。但你认错，你唔改变。我食饭用命着，有我有食饭用，但是你唔改阮兜落去。我食槟榔命着，敢是安尼？我食槟榔，我认错，但是我后壁嘛继续食槟榔。我咧跋筊，跋筊，你去跋筊我承认，我去跋筊对。但是你袂改筊，今仔我昨日去跋筊，较好。所以，我那是爱改掉，咱改变。体贴也要学习体谅。当然，今日夫妻之间啦咱今日大家我足体贴阮太太，我足体贴是嘴咧讲的呀。你遇到事情你不会体谅，你不会包容，你不会宽恕，你不会懂得谅解他。然后最达不到是能够谅解别人。第四句话。有努力才会创造美好的佳期，努力开创着自我完和脆弱的融入。这个努力就是靠打拼，大家来努力，大家来努力。这个开创自我源，一个道场，一个宗教，一个社会，甲一个政府团体，甲一个公司，因为着这个公司要生存。为着伊这组织的圆满，因一定爱开创着迄个自我的圆和，圆就是圆满，和就是靠通和，大家拢袂和，所以要通和毋是对别人，一定要对咱淬炼，对咱家己不断的去接受，不断的去淬炼。但是就是活到咱家己会当甲人同心，才当形成大事，同心，能同心才能成就大事。今日你修完德来对当中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同心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办大事。我在这简单的比喻，台湾进目前中的台积电，美国。